卫生福利部统计肺癌是国人癌症发生人数上多，每期确诊比例上高，佮有死亡率嘛上高的癌症。健保署对10月份开始要来提供第三代的标靶药物，大约有4000个肺癌的朋友会当受惠。健保一档就要支出80亿。黄先生98岁妈妈，去年年底因为严重喘甲真厉害，甲家嫂快先检查确诊是第4期肺腺癌，而且带有 EGFR 基因变异。因为年岁伤过大，无法度开刀，也无法度化疗，所以选择自费，让妈妈用肺癌第三代标靶药物。甲即马肿瘤缩小，生活品质也明显的改善。本来我妈的右肺那个癌细胞那扩散得很大，但是用了那个标靶药物，那在短短的时间里面，那已经缩到一个局部了。甲黄阿嬷同款的朋友也阁袂少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肺癌每年新增加差不多1.8万的患者，而且肺癌是发生人数上侪，晚期确诊比例上高，死亡率上高的3关严防，对个人健康造成真大冲击。为降低肺癌死亡率，健保署于今年10月开始，针对晚期肺癌 EGFR 基因变异患者扩大给付第三代标靶药物，差不多有1/4肺癌朋友4000多人受惠。第三代药物呢，因为它专门针对这个所谓的抗药性的基因型，那也对这个传统的这些常见的基因型那是有效的。我们的国人的肺癌的特性啊，那么特别是女性，很多都是非吸烟者，那么跟国外有很大的不同。那所以这个在治疗上也必须要有特别的这个策略。赵宗良指出，这种癌症新药每人每年药费差不多115万，申请上路了后，甲原本使用的人健保一年药费支出会有80亿，也创单一药品年支出相关的记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